食好食头顶顶，地点啊查某上无情，一千两千提起用，叫伊三步话无言。六月日头花小雨，阿娘啊食阮寒的被窝，交通飞机啊过渡，三顿海产食鱼块。莲雾开花满树红，树顶啊一只虎头蜂。顶着阿阮啊无菜工，顶着阿娘啊画球人。放了这车到风港，半山过命到台东。有情阿娘啊着来送，阮的故乡踮台东。阮的故乡踮台东。阮的故乡踮台东。阮的故乡踮台东，台东就是咱的，就是个台湾的东部，还是也俗称讲做台湾的这个后花园。是啦，吼，山景、美景真水，吼，山也水，啊，像这风景嘛水，对，人缘更加水就对，足热情的。吼，好热情，迄日头嘛足热情的。春命里山也有一支小雨伞，耶！初落枝叶，木雕唱情歌，啊呜！野人来咯，唔是啦，已经掠讲啊，已经发落啊。毋是叫做野性野红台。头树，三仙台，美丽的海岸。好来，谢谢啦吼，讲到这吼，来去来，你着唱啊来去台东啊，啊是拄则咧唱讲吼，迄安娘啊大大惊，你知？嘿对，嘿啊你大巴肚的时阵歹势啦歹势啦吼，会知影吼，你若大巴肚的时阵吼，喙拢会安尼正正，正正你敢知上爱食啥物？白囝喂，白囝上爱食嘿啥？上爱食啥？酸酸的，酸酸的，咸酸丁。哦，啊，咸咸安尼，嘿嘿对，人讲伊早若咧白囝的时阵吼，都爱食阮咧湾林出产的咸酸丁。万林是咸酸甜的出名你着足后壁个地，年凹来甲头前安尼。熬会过才是伊个啦，吼，啊，都大家嘛听就好讲啊。到这吼，真正迄咸酸甜吼，是是湾林真正出产的。我都讲过啊，观众朋友，你若有机会来到咱公司的时阵吼，公司门口这条叫做湾水路，远水路一直趟吼，趟去啊百八姑哥山，啊，才差不多2公里吼，两边若毋是蜜饯工厂，啊，就是迄个咧卖迄个蜜饯的咧门市部。对，所以讲啊，蜜饯的故乡啊，简单讲叫做湾林市啦。对啦，对啦，嘿啊对啦，好山好水好地理，是啊湾林市。所以讲吼，你若要食蜜饯，你着问伊上知影。好啊，就这吼嘿，讲一鋪啦。哦，人生的时阵就是咸酸甜，咸酸甜就是蜜饯啦。对啦，对啦，对啦，吼。嘿啊，什么人的时阵，无像这个悲伤、无欢喜，对无？的时阵，哦，悲欢离合拢总是。所以讲，就这个咸酸甜啊，伫咱这个印象啊，是咱人生过程的一部分啦。对会使安尼讲吼。啊，因为我咧讲吼，咸酸甜着这技术，是就讲咱台湾啊，技术算足好的。哦当然啊，包括讲就是伫咱这个园林这边嘛，吼。对。因为从咱一寡水果，吼，水果王国嘛。是水果伫咧生产期的时阵，因为你生产期有的是讲一礼拜都爱采收啊。对伊有法度将这蜜饯这水果，该安怎，互伊延长咱赏味期。啊，要延长啊精华的时间，对。吼，采取时间爱准。准无当紧的，嘿然后制作过了后，会当互咱一年四季拢会当食着往来干啦，对山仔干啦嘿，
保持迄个对啊，原味。梅啊干啦，甲你保持掉咧，这才是厉害的所在吼。好啦，甲咱观众朋友讲，你媳妇若咧大巴肚的时阵，若咧病囝的时阵，你会记得啊，着买一个咸酸甜互食，哈。哦，啊，伫无聊的时阵，看电视嘛无聊呢，上班嘛无聊呢，伫做像这手工工课是嘛无聊呢。来一壶啊咸酸甜。咱咧梅饼啊，迄只是嘛是足好食，哦，也是讲迄地瓜干啊，哦，迄嘛是好食吼。好来，讲到这，我即摆来看嘛是什么人甲咱上线咯啊！谢谢你们哦，吼，幕后大哥徐妈妈、隆中大哥、显萌大哥、焕中大哥，谢谢芙蓉姐，感谢党的你好，秀芳姐、博奇大哥、秀芬，拄则是秀芳，即摆是秀芬哦，吼，苏梅姐、顺天哥哥。宝丹姐啊，丽婷、文川大哥、一静、凤珠姐啊、玉轩、邱大哥、古大锦阿姐，好，各位的尤大哥、尤大嫂，谢谢你默默的好感谢。来，今晚呢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今仔安排歌曲。人生的第一步，做人着来存后步。去无绝人的生路，人生的第一步。来，第二首歌曲《孤女的愿望》。车少门步残的残存阿伯呀，人地讲繁华都市。台北为倒去。第三首《异乡悲恋梦》。离故乡到啊都市，北部山东啊换春意。阮若倒真啊是阮若有意。千里来结缘去台北。来，第四首《天涯流浪里》。天涯无伊我的，我就是流浪儿。来，第五首哦。故乡的地图，迷人的土丘，一双孤单的脚步，茫茫心情他乡路。故乡的地图。来，第六首歌曲哦，《爱情酿的酒》。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爱情酿的酒。来，以上电话给咱观众朋友8326-317。8326-317。来，中华关市直播歌关市的控诉，感谢咱观众朋友准备要来上线点歌。来，头一首《人生第一步》，第二首《孤女的愿望》，第三首《异乡悲恋梦》，第四首《天涯流浪里》，第五首《故乡地图》，上尾一首《爱情酿的酒》。准备接电话，谢谢。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好来哟。喂，保单姐。有保单大姐。喂。尤大姐，你上线。喂，保单姐。哎，你好。哎，阿姐哦，哎，今日要听到一首歌。啊，今仔第四首。第四首。哦，我写。天来流浪里。好，平安啦，爱你。喂。阿母啊，你好。第三、第四。
第三、第四，好的。异乡避乱网。好，谢谢我们的徐妈妈，平安。喂，你好，坤星哥哥。哎，你今日要听倒一首歌？第四哦。第四，第四条。第四条。好，谢谢。来，有多少？喂，阿嫂好。哎，美女，帅哥老师好。来，阿嫂我啊，你点好。二哥嘛四，好。 2跟4哈。跟4。好，我现在看哈。歌的愿望，天来流来，明浪龙，明龙姐。哎，这你好啊。我听36。 36，异乡避乱网。好的，没问题。爱情酿的酒。好，谢谢明龙姐。明龙姐用足够唱歌呢，然后我来唱歌。来，关宁，陈妈。关宁，你打不掉天来流浪里，拜拜。拜拜，谢谢 OK 陈妈妈。来了，顺天哥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在听第3首跟第4首。 3跟4。感恩。啊，不客气。没问题。姚顺天大哥。姚大哥啦吼，对来这段时间吼，就是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吼，啊，你都看到，哎呦，这几首啊，足佳的这首《天涯流浪里》的，啊，我用这现场吉他，哦，自弹自唱的哈，哦，足接地气的，足接地气的哈。一音一音一字的时阵呢，拢用着真心，也甲配着感情，哎对啦。来甲弹出唱出来咧。我来曲美丽小姐你好。米夏。啊，米夏姐啊，你好。米夏姐哦。嘿，江林方林航，我想点第2首，谢谢。歌女的愿望来，速速来给我安排。米夏姐姐。哥哥。欢迎江林，你好。今日要点第2首的《歌女的愿望》，跟第3首的《异乡避乱网》。谢谢。好，谢谢。祝你再次长虹。好，谢谢感恩，祝你身体健康，对，大家拢心想事成。准时给咱收看了是啊，谢谢大家哈。后来，今嘛呢要来准备哦，老师一首，我先唱。哎，无要紧，来讲来。异乡避乱网。好来，异乡避乱网。嘿，来准备哦嘿。免歹势，免歹势啊！袂啦，我来歹势。既然若坐开车，拢袂使歹势，歹势就做无啊你。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吼。好。来，这首歌曲吼，有咱这徐妈妈、徐爸爸，咱的明龙姐、顺天哥哥、宜宾哥哥所点的白白一首歌，但是我每一摆伫咧走拢无共款。我这摆咧走的这个异乡避乱网。2跟3哦，哎呦2跟3，啊你住倒位？我住3支。3支啊，要怎称呼你？简单的简。简大哥哦。简大哥。我来你看，但是我喊你敲电话。安尼吼，过今仔无简单，你搁用卡开。好，平安，合家平安哈。谢谢。哎，你好，叶大姐。来走一个无路路的。今仔要听到一首。第2首。第2首歌女的愿望。谢谢叶大姐。来，秀云姐。哎，我要做我秀云阿姊啊。我知啊。要点第1首甲第6首。人生第一步。哎，即摆真久无甲你看，当就禁锢啊，唔要期待听到足久无开讲讲啊吼。好，谢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叫做《异乡避乱网》。来，这首歌给徐妈妈、明龙大姐、顺天哥哥、宜宾哥哥、简大哥。来，所点的吼，邀请全国好朋友同欣赏收听《异乡避乱网》。什么伤思心？我的心情这久啊，难道你唔知想？少爷，阮是南部农村女子，为着家贫，出来都市上进，帮助家家维持。
兄弟受到恁母囝的收留甲采用，疼惜无微不至，算来你是少爷，阮是女婢，你来向阮求爱，阮是一心欢喜，一心待毙。翠萍小姐，你讲这是啥物话呢？这个爱情本底就是不分阶级，现在是男女平等啊。什么叫做少爷甲干婢都未当相爱呢？大概你是气嫌我。阮气甲气嫌你，阮是非常的感激，三生有幸，想咱千里有缘，只惊贫富，咱结成理想的家庭。爱情是只求双方真心相依爱，天为阶级贫富来阻碍，请你放心。虽然话是安尼讲，不过阮是单身流落异乡，强调你咱的爱。目前虽然好，咱得拥抱将来。翠萍小姐，恁这只是道友道义咯，我是大丈夫男子汉。我绝对要来辜负你。你若有这款的决心，请你对天立誓，你咱愿结千里鸳鸯，永远的夫妻。乡避乱梦，内面有做这个非常感人的这个口碑吼。谢谢。从下早囡仔去到台北啊，会使讲是无亲甲无情啦。对啦。啊，就去介意着做这个少爷，啊，这个少爷先过会知影讲这只土鸡啊，从下早囡仔的时阵对无吼？较调滴，嘿，这以后先较会当做证。哦，啊，所以讲去介意着啦。啊，早囡仔会烦恼呢。啊，唔知怎呢？怎无爱爱恋无？迄少爷人咧遐有嘢，哦，系啊。啊，即嘛底，即嘛安尼会当写一底歌，啊，听起来先个曲风个袂歹，袂歹啦。哦，分享家己吼，点播率足悬的，是啊，久久啊，都安尼吼，一两个月啊，安尼都安尼，一个月啊，系啊，点一两遍。每个月都有观众朋友点哈。对哦。好来。谢谢大家，我来看妈呀，来是咱明宏大姐、红竹姐啊，尤大哥、尤大嫂、古大姐啊，这哦，秀芳啊，这苏梅姐、康苗姐姐、顺天哥哥、廖兴大哥、玉轩、淑珍姐、秀峰、神树哥哥、丽丽、玉轩，还有咱蔡文姐啊、素英姐、龙中大哥、剑山哥哥、青柱大哥。还有玉琴姐哈，龙华大哥好，秀芳姐，感谢你默默的捧我声，坤谦哥哥、木火大哥拢个上线哈，谢谢徐爸爸、徐妈妈、尤大哥、尤大嫂，来，恁的捧我声拢总默默啊，甲恁收开。
来，即摆要来进行到第二阶段，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听听歌。好歌有歌名。好礼相送哈，送哦送好礼。啊，若讲到送好礼吼，我就爱搁讲啦。哇，咱即个7月哦，咱观众朋友甲芳龄甲工龄加油的时阵，有即个摸彩券对无？哦，啊，咱这个摸彩券呢，即抓咱9月3号的时候，这是8月啦哈，8月的时候，9月3号有抽到，就是咱住伫咱台中太平咱的郭碧儿阿姐。啊，郭碧儿阿姐吼，她年纪比较大啊，她84岁了，所以讲呢，芳龄特别将咱迄粒金往来甲送去富祥互伊，啊，足欢喜的哦。你看卖啊，人伊吼有特别甲阮感谢。来，观众朋友，咱这要抽奖的吼，要抽奖的这金啊，这是事实的，这是正的金啊哦吼。啊，所以讲你若有摕到，吼，咱这个粉红色的摸彩券的，拢总有机会，尤其是咱9月份的时阵，咱是。2项哦，一个咱的金蟾蜍，啊，搁一只咱的小笼爆凤梨哦，吼，这两项金啊，蛇来旺旺啊，2项。啊，咱这8月份呢是一项金往来，就是咱这碧儿阿姐，啊，咱伫遮呢，互咱观众朋友看嘛，我那一天去采访她的时候吼，记录。咱今日来个台中太平郭碧儿阿姐，郭碧儿阿姐呢是啥物人？就是我边仔这个人。即届咱8月1号到8月31号，咱摸彩券这粒金往来，伫咱的9月3号摸彩的时阵，就是咱的郭碧儿阿姐，我来讲，这张就是伊的摸彩券。阿姐，恭喜你呢！谢谢，感恩。啊，这粒往来有水无？水哦，足水哦。来，我甲你请教一下，阿姐你今年几岁我84岁。84岁啊！啊，你看咱的节目看一段时间啊无？有哦。啊，我甲你偷甲你请教者，你即届咱8月份摸彩券是几张6张啊。6张哦。哦，啊6张啊，就一张就对啊！你嘛免甲6张，你看嘛，一张就对啊哈。哦，来恭喜你哈！感恩。哦，谢谢哈，特别甲伊送到厝内底啦。啊，这我甲你请教，你几岁？你今年几岁？84岁啦，所以讲我吼芳龄一定爱来到富祥吼，啊，甲伊即个金往来，甲伊送来到富祥，啊嘛感谢讲吼咱的郭碧儿郭阿姐呢，安尼长期间伫咧甲咱支持咱的产品，谢谢，恭喜你哦！谢谢，感恩。咱今骗我这啦吼。嘿啊，骗我这你看遐济岁，啊，你看讲，逐工拢咧甲咱收看呢，吼，啊，伊啊8月份的时阵有6张的摸彩券，啊，一张就对啦，哈。叫阿妈甲错。这当我的妈妈拢会过啊，吼。甲恁爸先同年厝的，因当时差不多姓马吧。对，属马的哈，谢谢啦哈，啊，伫遮呢。专工用这个影片给咱观众朋友看的公布啦，咱实际上是真的，有咱的碧儿姐吼，啊，而且呢，咱将这金往来甲送到富祥吼，好，所以讲来谢谢大家哈，啊，咱这个月有哦哈，这个月有2种哈，2种咱的景品，啊，即马是准备要来咱送2组啦哈，啊，即马很主持，要来听歌，要送啥物件？啊，来送咱左手香跟咱的锅沙棒，哦，这赞。对，这大家拢用得到，吼，无就讲内用外用的时阵拢足好用的。对，今天就是这样一组哦，哈，一组哦，嘿，来准备了歌。宝岛歌王叶启田，2底非常受到真欢迎的歌曲。来，我这边主持大家献唱。来山姑娘是做真可爱又美丽，已经是17、18岁青春的小姑娘，迷人的乌心棒手强壮的地家，予我来对伊的暗示我。来山的小姑娘，走，走。
就是来山古柳，不知伊有爱人有也无。阮就是大地来山，要出家小姑娘。你若有真心爱阮，请你来表示。但是我无勇气来表示来山的小姑娘。迄个就是来山姑娘，是做真活泼真天真。难忘的樱桃水墩，不是铺在我面前，若是来醒也困也困袂去。来，为伊来预备休息来山的小姑娘。这首歌这个曲内面就有哦，来4字来甲摇看卖个。我即摆继续过来甲传授第2首歌。这较早陪伴咱像这阿公进步像这个三节公是嘞，拢总这个青春的岁月啦。那即摆现主席听起来，叶启田大即摆都70外哩，伊拢差18、19岁的心情，所讲大概差不多伫咧50年前我即摆现主席，来个手落去。把手第2块歌。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遐哥。就出门，准备要去巡场。正手举伫头，倒手3分机，行路轻松有元气，行到我的田园边，听人讲台北街市，环境真怪奇。钱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遐哥，坐一台铁路车。准备要去游渡市，脚是青草的，头壳滴过咧，摇来摇去真有势，盘山过岭游过溪，若去到台北都市，我也莫当时。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唱甲足无言，也要和音也要伴奏，也要solo，安尼真热啦观众朋友。我来，我这边主持来甲走一底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要来甲公布答案。
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咱的姐姐观众朋友来参与咱做这个听好歌又歌名的这个活动。是啊。吼，啊，即马要来甲做一个杂志的这个动公布作。答案哦。头一首的歌曲的先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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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迄个就是来山姑娘，是做真可爱又美丽。歌词内底有啊。来山姑娘。来。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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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遐歌，来山遐歌。对。嘿。安尼2首歌曲。是。足侪人，我未完吼，你已经。已经煞。煞哈，来。系啊，我会使佫继续佫唱。没，安尼就会知影吼，我吼就爱遮拗好。做甲功夫咧。对，观众朋友，要卡开无简单的，这个同一时间足侪人卡的吼。啊，我吼毋是干那我咧占俩，我佫派一份小姐伫外口来斗占，吼，互恁感觉恁若卡开时，恁总会当。双管齐下。好来，即摆甲收开哈，谢谢。一定挂到我较速速来个准备。好，老师咧做准备。吼，老师做准备的时阵呢，方面哦要来进一段广告。讲到今仔日广告吼。真正是非常的开心啊！老师，你有开心无？有啦。嘿啊，又佫讲到吼，咱阮园林的出产的物件。嘿对。人知影，迄个咸酸甜。好来，今仔要讲的是咸酸甜哦，但是甲咱顶日讲的无共哦吼。今天是手卖哦吼。你若是这足侪人介意的，啊，这特别去挑选的吼。好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大家，今仔日要来卖一项物件，叫做土爱文山野干。山野干，土山野哦。观众朋友，今仔日卖迄个山野干吼，甲咱恁兜你食过，拢总完全无共款哈。阮这叫做土爱文。啥物叫土爱文？伊即来咱这个山野干吼，有土山野迄种完整的，哦，土山野嘿，气味足好。土山野迄种气味啦，吼，土山野有啥物气味？伊个芳气无共款，但是呢，土山就是细细粒仔对无吼。但是呢，你会知影讲吼，你若要爱开口较好，你爱食土山野，开口上好。迄方面啊，你食土山的时阵，一摆爱炒5、6粒吼，啊炒半要甲规斤重，啊摕来水船啊骹遐搭食，因为要滴甲规个啊吼，现食，迄无法度安尼食，迄拢有丝嘛。足满足的。对，啊一摆食咧5、6粒，啊但是呢，你若要讲有口感的。就是爱食啥？爱食爱文，爱文，你知影吼？爱文迄个甲肉较厚实，啊伊无迄个丝，哦啊足好食。咱今仔卖，咱今仔介绍这项叫做土爱文，伊就是有土山的迄种气味，有爱文迄种肉甜杂厚实迄种口感。好，所以讲这呢食落去的时阵吼，哪敢若迄个土山啊，佮敢若迄个爱文的。双管，我咧讲吼，双种的口感，哦，所以讲观众朋友啊，我今仔卖你的无共款哈，来双重享受，而且吼，观众朋友每一地，这拢总是顺的。我讲吼，即摆拢上市条叫做哈，圆形食物，高度有够，哎呦拍开命，阮这拢无掺，我咧讲吼，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天然香，无迄个香精的哦。一拍开的时阵，天然的就这土山的味，山野香来土山的味啦哈！啊，我咧讲这吼风干粮，敢若个烘干粮，保持伊营养素，包括伊的纤维、伊的维生素哈，随时随刻。是安怎讲爱用山野干？因为咱若是一般的爱文也好，土山也好，伊有生产期嘛。生产期嘅过的时阵，咱要食就无啊。但是你若是伫咧生产期的时阵，就甲采收开。甲用做果干，哦，就敢若阮园里卖蜜饯共款，一年通天，无论春夏秋冬，随时要食山野，安尼就有山野通好食，爱当泡茶，
追剧，甚至吼，人若迄查某囝啊、新妇啊，伫咧大巴肚的时阵，伫咧安怎？病囝，病囝的时阵，哎哟，这偌好，你敢知？对，上班时间无聊。所以讲，观众朋友，我今仔日吼，会使讲是，哎互恁即个上界天然的果干啦，拢叫做啥？总无负担我咧讲吼，这若拍开的时阵，真正是 Q 嫩吼，啊这食开。袂安尼定翘翘，袂使啊真 Q 啊真好食，真嫩，你食看卖啊？肉佫厚，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哦，食看卖，食看卖。这吼，这厚度的时阵，你啊看这厚度则厚，你看卖。厚度是厚脑的哦，厚脑的啊，毋是安薄薄安尼哦，这爱有口感的。啊，咧食吼，伫食的时阵口感足好的，足好吼，酸啊气味足浓郁的，对，吼，啊气味真好，而且无丝啦，无丝伊这个品种是足特殊的，特殊的哦，品种。阮甲辅助啥呢？甲辅助做这个吼土爱文，土爱文做这个酸啊土爱文干，吼好来土爱文的酸啊干，哦，再过来写哦，无添加做这人工的色素。无，那如果有，袂使写伫地啊底面顶啦，对无？无你看目讲，搁再来当中的时阵吼，无弄有这个残毒，吼，拢总300-400项。来，这拢有检查过哦，吼。哦，真正足好食。来，后天啊，我，那有好食，那物件那法度足好食，系。我甲你讲哦，嗯我这土爱文，我是算排水道我跟你讲吼，全世界上界好食的酸瓜，工龄嘛好，啊是芳龄也好。哦这只好食了了阮会使讲吼，自细汉吼，拢针对拢接触到一寡物件嘛。那这土凤梨，不是土凤，土芒果吼，会使讲是口感上界好。来，实在好食今仔日吼，要卖恁高这啦吼。度有够，高度这有够一包偌济钱啊？这一无包伫外口的时阵，通路就是400块，观众朋友400块啊，不过分吼。伊这内底好食，这内底吼差不多，因为吼，哎，伊这就爱缩大，那一斤吼缩出来的时阵吼，缩开卡剩头，可能剩头较无人量啦，吼，所以讲伊这呢，这真正若要缩大的时阵轻切。啊，今仔日吼，一包400对无？2包就是800块。 800嘿对啊，咱今仔拢总有几个组合啦，吼嘿。我一包嘛无好食高价好食，2包嘛伤少。来，咱今仔吼三包一个哦组合那气味够好的3包一个组合，哎，12块啦， 12块。我有咧算啦，你有咧算吼？一包4包3包就12哎偌济，这3包12块，啊，你3包15块就买啦，遮好食的物件，一个组合就是对3包12块嘛。嘿，3包，来，观众朋友，拢 SGS 拢有检验过啊，恁做你放心哈对。嘿，互你食着营养，后就来食着有口感，搁食着安心啦嘿。今仔日注文交代，嘿你若要买这种物件，甲芳龄、甲工龄买上介俗啦哈。绝对今仔日有电话卡通的时阵，工龄搁送一包，哇，当然，无要紧伊今仔叫伊送的。观众朋友是芳龄呢足天然搁加码，再加送一包。会了钱啊袂？咱讲真的，有赚一撮撮啊尔。薄利多销，薄利多销，因哦，为就好就好啦，这真正是要来招呼咱这人客。是系啊，咱人客有当时你出外口黑白白啊，食着的时阵，哎呦，咱拢啊达达，我伫遮吼好食。我讲者，甲你挂保证，那迄一包的当中的时，你若放喺桌顶吼，我相信讲无5分钟就了了的。我这一地遮大地当中的时，我都食草3-4喙都无去啊。好来嗯，今仔日咯，互恁观众朋友好食啦，刷喙一喙，再一喙，一喙再一喙安尼啦。好好吃，好吃的那个芒果干哈，咱来叫做土爱文啊哦，真好土爱文吼，有土酸啊，的气味，有咱这爱文迄种口感哈。来，0800-810-815181，今仔日咯是买3包12块，我们再加码哈，搁再加码，搁加送恁2包哈。真啊，咪顶5包啊呢？ 5大包啊，5五包大包啊，系啊，安尼才好食着。你来看卖啊，迄每一你甲看迄后壁迄相片吼，迄阮豆包翕的哈，迄安尼一包每一袋，这每一袋拢总是迄个口感满满的口感哈。一包剩240呢，一包剩240呢，迄一包的是400块咧呢。啊，400块，2包钱啊，好啦，欢喜就好啦。你甲摕顿食看卖啊哈，追剧。也是讲你要送人，也是讲当厝的吼，人来去去的时阵，吼，有当时水果搁袂空的对无？来，食酸鸭肝，啊，你毋捌食过酸鸭肝吼？是叫做土爱文。嘿，咱这个口感是真正无共款的哦，嘿。土爱文的酸啊。
嘿，有够赞吼。好来，安尼即摆互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开电话开始甲卡，开始卡电话吼，啊，就是5包偌济。一包多剩240块安尼，哦，佮甲你挂运金哦，你唔免出运费哦，你甲卡先买再甲你寄，后日你就收着嘛吼。安尼就收着哎哟。食了后若袂歹，薄利多销，吼，啊，这吼这个食是吼，未损害，也无防腐剂。小姐食到啊。对。好来，今日电话要小姐食无吼，来08008151810800815181，老师你来准备唱一首歌哈，来哦，纯天然的哦，上介健康的哦，内底拢总无防腐剂、无色素，伊这叫做原型食物，就是这些个，你看就是这些个哈。来，准备接电话啦哈，喂，你好，到接啦哈，喂。我看恁咧食水拢老。哦，迄真正好食，真正好食，不是假好食。要2组哟，哦，我甲你写开哦嘿。好，谢谢我们的徐妈妈哈。我跟你讲啦，买2组吼，我加送你1包啦。好，谢谢哈，谢谢，来，有兰姐哦，有兰姐啊，要1组吼。我去年也有卖什么，无。来，我甲你讲，我等下甲你回头。你电话吼，叫金姐啊。来，要1组哟。1组5包啊。哈。 5包12块。5包12块尔嘿。好，足好食，足好食哈。好，谢谢哦嘿。来，08008151800800815181，你相信芳林哈，绝对是上介好食，才有直接介绍哈。来，你这拢总经过挑选过来，宝丹姐你好。宝丹姐。我1组。我要1组吼，好，我下台哦嘿。谢谢，感谢。来。 老师要回电话，你安尼落去的时阵会吵着哦。来08008151810800815181，观众朋友，互你上天然的，吼，互你上介天然的哈，口感实在有够好的。喂，你好。好，加1组。冲其他哥啦哈。绝对互你食到了后，先讲服务员，人个吼真正物件，感谢哈，谢谢。物件真正有实力。小芳姐你好。要互你学肉照计谈安怎？我开始下。来，谢谢。好，来。我这个讲嘛。啊？月底个收嘛？啊，你要月底收。有够好食，无紧啦，来。哦，谢谢你哦，嘿，谢谢。美珠姐你好。好，感谢。来，木火大哥。对。 1组呀，来，谢谢你啦哈，好，感谢嘿。我叫1组啦。好啦，谢谢木火大哥哈，感谢哈。好来，谢谢。然后时间到啊，哟，哎呦，时间到，你我甲我讲一下，哎，来，赶快下来啊。老师，你袂使搁食，你爱唱歌吼。 来准备，老师来唱歌，啊，方面吼线卡甲恁接电话吼，来，好来。13线接这来。伊个拢总满线啦吼，啊，咱今仔日吼介绍时间嘛有较晚才介绍，啊，所以讲来，我即摆来线卡到接电话，老师你要唱倒一首？天涯流浪记啦。好，啊，老师来唱歌，啊，我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哈。来，今天有加码哦，要加2包哦，吼，恁电话要讲听卡哦，谢谢。 非常感谢咱的林昭大哥啊，个咱刘太太。啊，即款的做这吼，喙食物仔的时阵吼，无排害啦。啊，互你食了后是有感情的啦，哦，互你食了有元气的，食了后是心情轻松。 辛苦也会通忍心内，甲甜着，甲甜着流浪的我。
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可爱的迄个姑娘已经也28，等着我，等着我回去彼时快乐的相会。将来离开了故乡，但何时才会升起茫茫的前途？请原谅，请原谅不孝的我，心爱的阿母。天涯流浪人啊，非常感谢咱线顶同款又搁玩耍吼，苏梅姐啦，吼康苗姐姐啦，啊，即款的做这的时阵就相当的享受啦，吼，毋捌食较好食，吼，实在是咧食咧较累的时阵对无，佫会起橄榄笋啊呢，系啊，香气非常容易饱满，吼，这个爱文像这个吼吐酸的感觉，拢无拢有呢。哦，搁再来是拢完全无色素，甲你写伫像即个包装的面顶啦。真正啦。若无影无食的当中的时阵，对无？未扫未所以消。讲咱观众朋友吼，其实你若是讲特征的部分，嘿。真正是找阮两个。哦，找我就对啊。较早的时做囡仔当中，几岁7、8岁啊，都伫蜜饯埕伫遐伫咧拍粉啊。系啊，听讲拢伫蜜饯窟内底，若咧米，恁老母若要讲囡仔的时阵，较紧走落蜜饯窟内底。我袂晓歹啦。米烧出咧耍的时阵就你就是安尼讲，我咧讲吼，真正。蜜饯收起来了后的时阵，就起来结杜比球啦、打棒球，蜜饯埕先一摆，拢真大话，7、8分话。7、8分规家地呢。哦，所以讲王仁虎的人真济就是安尼话。较早苏顶人的时阵吼，来遮的先买蜜饯抢啊。啊土地拢真俗。结果现在拢我咧讲哦。系啊。从化了吼。嘿啊，拢见地呢，马卖伫咧俗，迄本地新一分的当中，现在卖我看几十万啊尔。对啊，即马一平啦，一平先拢30几万，一平。死人哦，好家人，不过你原谅拢讲好家人上介济吼。嘛还收得掉啦，人迄原来算屈收做菜来，咱今仔讲到这，吼，讲到这项啊，这项蜜饯，吼，来，观众朋友，今天手卖哦，吼，啊，今天有加码，所以讲诶，搁加。2包伫咧，啊！恁杏仁芳林哈，之前甲恁讲过，咱的日式梅饼也好，还是讲咱的地瓜，你个知讲好难，遐好食。是。今仔只嘛是超好食的吼，啊，这懵淡散啦，吼，厝内底啊都这若讲安尼较无爱食水果的人，啊，想讲水果买转来吼，啊都连米都歹去，有当时冰甲全歹去，啊，这有影，这冻咧10个月，这项冻咧甲10个月加哈，想着要食，我可以开食。配茶配咖啡，喝下午茶，追剧，也是讲咱要过节的时阵，甲夹一包去吼。哎呦，人缘加偌好，你敢毋知？心情歹歹先甲食一片的时阵，对无？心情所开朗。病囝的时阵，佫甲食一片啊。迄个乌云见光明。对。对无？哦，啊你像这个病囝的心头呢，冰白就这啊。哦，这款的就这足好的。系啊。嘿，你爱食啥物？食这就上介好啊！吼，好来讲到这。来，拄食一个陈妈妈，伊讲芳丽啊，你讲吼病囝上爱食，我新妇即阵仔咧病囝，我赶紧买一个互伊食安尼，吼，正确的哈。好来，我即摆先来，我来倒接一，搁来。我接来。无，来，互小姐食。我先来邀请者。来。来，这要送恁一组吼，咱的倒手芳甲咱一支刮痧棒的吼，的柚瓜哈，伊采割的哈。来。
嘿，嘉燕哦，嘉燕姐啊，嘉燕小姐，嘿，嘉燕姐啊，哇，恭喜你哦！来调这个音乐给走落去。好，谢谢，感谢，来恭喜到咱的嘉燕姐啊，谢谢。诶，到即马吼，线顶还搁咱金莲姐啊，吼，还搁直直稍等的吼。来，电话若卡通的时阵，因为我们今天是首麦嘛，吼，电话卡通的时阵较满线伫咧，啊，电话卡通加等一时啊。新朋友，我有先甲你留电话呀，等下录节目的时阵甲你做回播，吼，谢谢大家，来安排这首。爱情酿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色，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它烫不了你的色，也烧不了你的口，喝醉吧，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来，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收看咱记得播歌声的节目，小等录节目了后，工人甲放林共款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哦吼。啊，咱今仔跟咱观众朋友分享的线卡哦，放林来甲恁接拍，谢谢，电话继续卡，感谢，拜拜。眉头，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色，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它烫不了你的色，也烧不了你的口，喝醉吧，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